梁頌恆同埋游蕙禎就宣誓案提出上訴。游蕙禎嘅代表律師指，宣誓屬於立法會內部事務，法庭唔應該干預。發展局公布第5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當中4個歷史建築以舊域多利軍營羅拔士樓歷史評級最高。江西一間發電廠嘅冷卻塔施工平台倒冧，死亡人數增加到67人。各位，高等法院上訴庭審理梁頌恆同埋游蕙禎宣誓案嘅上訴。代表游蕙禎嘅律師認為，宣誓屬於立法會嘅內部事務，法庭唔應該干預。而法庭就要求二人嘅代表律師解釋有關釋法嘅立場。陳建敏報導。被原訟庭裁定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嘅游蕙禎同梁頌恆分別到達高等法院。今次上訴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訴庭副庭長林文漢同埋上訴庭法官潘兆初審理。代表游蕙禎嘅資深大律師戴啟思話：宣誓係立法會內部事務，除非絕無他選，否則法庭唔應該干預。首席法官張舉能話：知道案件引起廣泛關注，亦都唔想俾人有法庭干預嘅感覺。但係就質疑，如果法庭唔做裁決，邊個可以做最後決定？而且根據基本法第104條，議員必須宣誓。戴啟思就話喺3個情況之下，法庭可以介入處理宣誓爭議，包括立法會主席或者秘書拒絕監誓，唔裁定宣誓人嘅宣誓係咪有效，冇妥善執行監誓職務，又或者監誓人衝動決定宣誓人係咪拒絕宣誓。張舉能認為呢一啲情況流於學術，追問法庭可以基於乜嘢宗旨介入。戴啟思話：如果情況涉及監誓人嘅職責，法庭就可以介入，但係唔應該處理宣誓人嘅問題。上訴庭副庭長林文漢亦都質疑，當議員拒絕或者忽略宣誓，但係立法會冇採取行動，法庭可唔可以介入？戴啟思回應就話：宣誓係咪有效，應該由立法會主席或者秘書決定。法官張舉能又多次追問代表梁頌恆嘅資深大律師潘希對於釋法嘅立場。潘希回應話：今次嘅案件同人大釋法無關，但係法官就質疑。張舉能話：人大已經釋法，無論點樣都要面對，宣誓及聲明條例都唔使考慮。張舉能又指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行普通法，中國行民法制度，要求潘希澄清有咩證據指人大釋法係修改法律而唔係解釋法律，香港法庭無需遵守，同埋釋法有冇追溯力。政府早前就梁頌恆同游蕙禎立法會宣誓提出司法覆核勝訴，原訟庭裁定2個人喪失議員席位，又裁定立法會主席批准2個人再宣誓係錯誤決定，2人不服提出上訴。至於立法會一方就基於冇合理上訴勝算，決定放棄上訴。Now TV 記者陳建文報道。廉政專員白韞六撰文澄清，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指前處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被撤銷署任，同佢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 UGL 嘅事件有關，係極嚴重同埋冇根據嘅指控。林卓廷就要求白韞六到立法會公開解釋。何海玲報導。白韞六喺明報撰文，以回應林卓廷用特權法查 UGL 事件嘅必要性為題。白韞六指李寶蘭獲署任前已經獲悉署任安排只係方便行政性質，冇可獲晉升嘅含義，呢方面冇半點嘅含糊。撤銷李寶蘭嘅署任安排純粹基於人事管理上嘅考慮，唔涉及任何案件或者受到任何壓力。呢個安排係喺廉政專員權力範圍內，唔需要行政長官批准或者默許。對於林卓廷指李寶蘭被撤銷署任同調查 UGL 事件有關，白韞六批評係誤導，會打擊廉署公信力以及香港嘅國際聲譽，對此表示遺憾。白韞六認為，如果議員喺立法會公開調查執法機構未完結嘅案件，有可能損害執法機構嘅調查，必須小心考慮。林卓廷要求白韞六到立法會公開解釋。如果白韞六對本人有任何進一步嘅質疑，或者認為我過去對佢嘅批評有乜嘢不是之處，我亦都歡迎佢嚟到立法會，任何時間我同佢公開喺傳媒面前有一個辯論，究竟件事
誰是誰非，我嘅指控係咪符合事實，係咪合理嘅質疑。林卓廷認為梁振英係 UGL 事件被調查對象，有角色衝突，批評佢冇按照慣例將委任廉署執行處首長嘅權力轉移俾政務司司長。Now TV 記者何海玲報導。海關喺葵涌貨櫃碼頭截獲9部懷疑裝甲車，海關同埋警方正調查來歷、目的地同埋用途。消息透露，警方至今並冇喺現場發現任何嘅爆炸或者危險物品。李國豪報導。呢9部懷疑裝甲車目前存放喺葵涌8號貨櫃碼頭入邊，以藍色同灰色嘅帆布覆蓋。大批海關人員喺現場把守，防止其他人靠近。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亦都到場調查。消息透露，警方至今冇喺現場發現任何爆炸或者危險物品。呢一批懷疑屬於戰略物品嘅裝甲車，由一艘高雄開出嘅貨船運載，經香港準備運往新加坡。海關星期3收到線報，開箱發現呢9部懷疑裝甲車，於是扣起調查，未知目的地同用途。根據法例，未經許可進出口戰略物品，一經定罪，可被處無限額罰款同監禁7年。Now TV 記者李國豪報導。發展局公布新一期嘅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包括屬於1級歷史建築嘅舊域多利軍營羅拔士樓，2級歷史建築嘅聯和市場，同埋起喺1933年嘅前哥頓軍營等。簡樂希報導。舊域多利軍營羅拔士樓位於中環堅尼地道，建於1900年代初，屬於1級歷史建築，係4個項目中歷史評級最高。大樓由紅磚砌成嘅柱支撐，展現愛德華時代古典復興風格。二戰後先後用作已婚軍人同精神病康復者宿舍，活化後可以用作展覽會議設施、食肆、酒店等等。但申請團體要考慮大樓冇車路前往。另一個項目係2級歷史建築粉嶺嘅聯和市場，由粉嶺鄉紳喺40年代尾成立聯和置業公司發展，係戰後新界最大嘅市場。沿用50年後02年關閉，風格屬早期現代主義。活化後可以用作教育、展覽會議設施之外，亦可用作商店或服務行業。其餘2個項目分別係元朗嘅前流浮山警署，建於1962年，入面保留咗辦公室、拘留室等，以及建於1933年屯門青山灣嘅前哥頓軍營。最初呢度係私人住宅，英國戰務部1959年買入，作為軍官會所。發展局話，評審會考慮方案係咪能夠彰顯建築歷史、開放程度等等，亦會考慮機構嘅宗旨同能力。我哋都係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啊，咁呢就亦都好希望呢喺坊間裏面民間智慧、集體智慧俾到一啲更加好嘅建議同思路。我哋喺頭先介紹所講嗰啲用途呢，只不過呢就喺分區規劃大綱圖裏面寫出嚟嘅，但係就不限於嗰啲用途。如果有更好嘅用途呢，我哋係一定會幫手呢行城規同埋其他程序呢幫佢落實嘅。有興趣嘅非牟利團體可以喺出年3月23號前提交申請，預計2018年上半年公佈結果。Now TV 記者簡學希報導。江西一間發電廠嘅擴建工程地盤有冷卻塔嘅施工平台倒冧，內地傳媒引述省委宣傳辦嘅消息，死亡人數升到去67人，有2個人受傷。當局仍然搜救1個失蹤者。張培思報導。事故現場面積龐大，到處佈滿鋼筋、水泥板同木板，大批救援人員花咗大半日，只係清理咗1/3範圍。佢哋又用搜救犬、生命探測儀同無人機等搜索工人被困嘅位置。事發喺星期4朝早大約7點半，宜春市豐城電廠一座正興建嘅冷卻塔施工平台突然由高處倒冧，並且波及一段橫板混凝土通道。事發時工人正喺度換班，估計有超過60人喺現場，唔少人走避不及，被鋼架混凝土壓住，造成嚴重傷亡。當局調派超過30架消防車同超過200人到場搜救。出事嘅豐城電廠距離南昌市大約60公里，正展開3期擴建工程，包括興建2台100萬千瓦嘅燃煤發電機組。
工程總投資達到76億7千萬元人民幣，係江西省電力重點建設項目。江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舊年7月批准相關嘅擴建工程項目，預計出年完工同投產。江西省長劉奇到現場指揮搜救工作，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楊煥玲亦都率領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地方政府全力做好搶救同善後工作。Now TV 記者張佩斯報道。轉頭翻嚟再睇下其他消息。翻嚟新聞時間，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指出，根據前線員工透露，民航處嘅新空管系統除咗出現消失的客機之外，亦都出現客機分身同埋軌機等。民航處重申呢啲情況絕非新系統出咗不明嘅問題。黃耀揚報導。民航處嘅舊空管系統第一日進入關閉備用模式，全面由新系統接手。對於新系統曾經出現航機消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相信問題並唔係由新系統導致。呢個同嗰個系統本身冇關係嘅，即係嗰啲所謂突然間喺個雷達收唔到有關信息咧，呢個可能係好多時咧唔單止係系統。嗱，如果系統有問題，當然要處理系統嘅嘢啦。但係好多時唔係系統問題嘅，係個航機本身，可能佢個位置啊，或者天氣嘅狀況啊，或者其他任何嘅一啲客觀因素。但係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就話，喺雷達消失嘅客機唔止官方披露咁少。佢綜合多名前線員工嘅資料，話新系統正式啟用後第二日，即係11月15號，喺夜晚6點半至到8點個半鐘頭期間，有6班航機喺雷達上短暫消失，維持幾秒至到10秒。除咗飛機信號消失之外，雷達仲錯誤顯示飛機分身嘅雙重影像，同埋喺飛機信號周邊出現咗軌機。如果當不斷重複，或者係唔同時段啊，或者唔同高度啊等等都一直出現嘅話呢，咁呢一個呢就變得唔係單一事件，民航處必須要正視，亦都要真係睇翻係咪個系統上面出現問題。譚文豪強調，飛機從雷達上消失嘅情況過去幾日每日都發生，要求民航處交代每宗個案嘅細節。民航處就回應話，上述嘅情況絕非新系統出現咗不明嘅問題，而係涉及外在已預知嘅情況，強調空管人員有能力應付，但係就冇具體交代相關嘅情況。Now TV 記者黃耀揚報道。政府計劃喺東涌新拓展區同埋洪水橋新發展區興建公眾街市，正物色合適嘅地點。有關注團體就批評街市位處於新發展區，市民要等至少8年先可以用。建議政府利用區內嘅閒置土地，縮短規劃時間。蔡宏傑報導。現時多個新市鎮，例如東涌、天水圍、馬鞍山同將軍澳，都冇食環署轄下嘅街市。居民買餸只可以選擇超級市場或者領展旗下嘅街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喺立法會上透露，政府正係計劃喺洪水橋發展區同東涌新市鎮興建新街市。期望兩個新嘅公眾街市嘅選址能夠位於一個集體運輸嘅策略性位置，因而可以透過交通嘅接駁，發展成為跨區嘅龍頭街市。參考洪水橋新發展區建議發展大綱圖入邊，政府已經預留2處用地興建新街市，但新發展區嘅工程預計喺2019年展開，最快要喺2024年先至分階段落成。咁有啲年長啲嘅街坊都同我講話，我都唔知睇唔睇得到，即係呢個街市嘅落成。其實都可以喺現有嘅地方睇下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空啲嘅地方，或者使用率比較低嘅地方，係去起食環署街市咧，去即時或者盡快去回應翻居民嘅需要。有區議員認為街市幾時落成係取決於政府嘅決心。如果政府接納我哋嘅建議咧，亦都有一啲嘅建議應該係唔使收地咧，我哋估計可以快到咧係今年拍板邊個地段做1-2年詳細設計咧。我諗今屆立法會裏面咧，如果政府有決心嘅話，應該係可以攞到個撥款咧，去開始起㗎啦。
團體同區議員都建議喺新街市落成之前，房屋署要整頓屋邨街市，或者喺區內設立短期墟市，以抗衡領展壟斷嘅局面。今次係政府自2008年以嚟再次計劃興建新嘅公眾街市，但係暫時未有落成嘅時間表。而街市確實嘅選址就要再等發展局拍板決定。Now TV 記者蔡宏傑報道。醫管局下個月推出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資助正喺公立醫院輪候大腸鏡檢查嘅病人到私家醫院照腸鏡，資助額最少有6800蚊，預計有8000人合乎資格，涉及1600萬。侯少琪報導。現時有超過3萬人喺公立醫院輪候大腸鏡檢查，平均要等1年幾。醫管局為咗縮短人龍，下個月推出公私營協作計劃，資助輪候緊嘅病人轉到私家醫院做大腸鏡檢查。計劃不限年齡，只要病情穩定，能夠喺屋企進行大腸鏡檢查前準備，預計有8000人符合資格。醫管局會提供定額資助，若果檢查發現病人冇息肉，資助金額會係6800蚊；若果發現有息肉需要切除，資助額就會係7500蚊。病人可以喺參加計劃入面嘅75個私家專科醫生名單入面自由選擇醫生，有可能要額外俾多1000至2000蚊。高補貼嘅服務，而又可以咧喺私家市場度攞到一個佢心儀醫生嘅服務嘅話呢，其實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啦，我會覺得嚇。因為如果你話我就咁出去私家市場做，可能都需要1萬蚊啦嚇。咁而家你俾1000蚊都可以去到一個心儀嘅醫生幫佢做嘅話呢，咁呢個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咯。咁至於嗰啲唔想參加嘅，咁冇問題嘅，佢就繼續喺翻個公營系統嗰度咯。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非緊急嘅個案啦。咁去到適時嘅時候，都會繼續幫佢呢，就係作出一個咁安排咯。病人冇需要另行申請，醫管局會按病人嘅輪候日期同埋臨床情況嚟決定優次，再分批發出邀請，涉及1600萬。醫管局將會喺出年年中評估計劃嘅進度，到時再考慮係咪需要增加病人嘅名額。Now TV 記者侯少琪報導。轉頭翻嚟有新聞之父。翻嚟新聞時間，研發治療腦退化症新藥嘅工作再遇挫折。美國藥廠禮來宣布，一款用作減少患者腦內被指係引致腦退化症元兇嘅乙型類澱粉蛋白嘅新藥第3期臨床試驗失敗。全球藥廠或者需要改變研發嘅方向。吳翠珊報導。腦退化症又叫阿茲海默症，病人由冇記性以致失語、失去認知能力，最終視親人為陌路人。呢種隨住時間不斷惡化嘅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疾病，患者不分貧富智力。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同美國已故總統列根都係腦退化症患者。美國禮來藥廠試驗嘅一種新藥一度為患者同佢哋嘅親人帶嚟希望。雖然之前2次嘅大型臨床實驗失敗，但藥廠聲稱藥物對輕度患者有效，有望令患者嘅心智退化速度放緩30%。消息一度令公司股價飆升。藥廠安排2100名腦退化症初期患者進行第3期長18個月嘅臨床測試，但最終仍然以失敗收場，令喺過去27年花上30億美元研發腦退化症藥嘅禮來股價大跌超過10%。新藥按計劃仲會進行多2次大型測試。由於呢款新藥專門針對被指係引致腦退化症元兇嘅乙型類澱粉蛋白，阻止問題蛋白堆積形成斑塊，損害腦神經功能。專家預料呢次測試失敗，可能會令全球藥廠考慮轉變研發方向。各大藥廠目前有最少18種腦退化新藥正在測試階段。根據統計，全球腦退化患者數目達到4680萬人，而且正在急速增加，每4秒多一宗病例。不過至今都未有藥物可以預防或者醫治。Now TV 記者吳翠珊報道。歡迎收睇新聞之父。網上流傳一段影片，係洛杉磯405號公路大塞車嘅情況。
咁多車係因為民眾都趕喺感恩節前夕返屋企，造就咗呢一個特別嘅夜景。呢一次塞車被指可能係有史以嚟最嚴重嘅一次。有人就講笑話，呢一個大概就係個公路嘅名嘅由來，因為冇返4-5個鐘，你都冇可能離開呢一度。受惠於經濟好轉、機票同埋油價平，今年感恩節假期返鄉下探親嘅人數激增。當局就估計呢一批嘅人多達4900萬，比起舊年多100萬，係近10年嚟最多。其中嘅230萬人會搭飛機往返洛杉磯機場，比起舊年增加咗8.4%。感恩節呢個美國傳統大節日源自16世紀嘅英國，節日嘅由來有唔少嘅版本。據講，第一個感恩節係喺1621年。一批喺馬薩諸塞州嘅英國清教徒同原住民印第安人一齊舉行盛宴去慶祝秋收，逐漸演變成今時今日嘅感恩節。1863年，總統林肯宣布將11月最後一個禮拜四定為感恩節法定假期。喺每年嘅呢一日，美國人都同重要嘅人相聚，一齊去食火雞大餐，重要嘅程度拍得住聖誕節。而喺隨後嘅黑色星期五呢，就係美國人嘅購物黃金檔期。講到感恩節嘅習俗，自然唔可以唔提美國總統特赦火雞嘅呢一個指定動作。特赦火雞係白宮喺感恩節前夕嘅傳統，每年白宮都會挑選2隻幸運嘅火雞，由民眾為佢哋挑選個餅，再交俾總統象徵式特赦佢哋。獲得免死金牌嘅火雞會被送往動物園安度餘生，避免被宰殺成為桌上嘅佳肴。有人話第一位特赦火雞嘅總統係杜魯門，不過其實第一位應該係甘迺迪先至啱。而真正將特赦呢一個字眼套用到火雞身上，就係列根。而喺佢之後入主白宮嘅老布殊就奠定咗總統特赦火雞嘅傳統。即將卸任嘅奧巴馬今年係最後一次特赦火雞。奧巴馬赦免火雞有佢特有嘅手勢。喺佢過往多年嘅儀式上，佢嘅2個女瑪利亞同莎莎會伴隨佢左右做佢嘅助手。There are certain days that remind me of why I ran for this office. And then there are moments like this where I pardon a turkey and send it to Disneyland.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my 7th year of pardoning a turkey. Time flies, even if turkeys don't. 2017年負責特赦火雞嘅將會換上係特朗普。佢自09年開始，每年都會喺社交網站祝大家感恩節快樂，對象包括佢嘅敵人。而今年佢亦都趁住呢一個大日子，呼籲美國人放低分歧，團結一致。今集嘅新聞智庫講到呢度。